台北市士林附近這個賣場的行道樹，你看，真儕樹啊都安尼斬斷去啊，所以民眾咧關心，這到底是啥物原因的？即馬台北市長蔣萬安就講啊，你若是要針對講這樹啊是啥物人做的，有一寡謠言，因一定依法處置。不過這樹啊到底要哪處理呢？這個公園處啊，即馬表示會想出一個辦法來針對這個情形做一個改善。進行到頂環規排的樹啊，攏敢若剩光溜溜的樹頭。這是台北市士林區一間賣場的附近，樹啊攏紅臭了了。整排樹木不翼而飛，引發民眾質疑。不過商家也澄清，其實在這條線的內側就是屬於私人土地，而他們之所以要砍樹，也是為了要更換樹種。台北市都發局也講，本地種的烏枋樹烏被斷根，造成路面的破損，才申請改種雨傘樹。是講最近台北市哪一處在錯樹啊？議員洪文健提出數據，講台北市路邊的樹啊，在2024年已度1425叢，2025年已度3164叢，加超122%。嚴格講起，煞敢若保證778叢樹啊。更加有不少網友質疑，錯樹啊，顛倒是方便到敵軍用無人機偵查個攻擊。這樣的謠言已經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。本處與北市刑大已展開搜證，114至115年度合計也新增植樹超過13225株。公園處講，去年已度的3164叢樹啊內底，有2630叢是因為漚果、白塘海、天災等等的因素，其他超2成也是因為去火車弄斷等等的原因。是講台北市政府講要甲民眾告，也擱再印發批評。現在台北市政府居然要告我們台北市的市民，現在是告訴大家，以後大家都不准監督台北市政府了嗎？說台北市政府公園處對於移除樹木是因為無人機的徵收這樣的謠言，一定是依法來處置。台北市政府用提出告訴來動風聲。